主后2025年2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将日常连结伫永恒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21章第19、35节。住伫尼吉夫的迦南人阿拉德王，听见以色列人对阿他林的怒来，就甲以色列人交战，掠因几若个人。以色列人对上主下官讲：你若真正互阮弹劾这人民，阮就要将因的城完全毁灭。上主听以色列人的恳求，将迦南人交伫因的手，因就将迦南人甲因的城彻底消灭。迄个所在就叫做何尼玛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过以东的地，往红海的路行。伫路呢，因的心真烦，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：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？遮无食物，无水，阮嘛无爱搁食即个白净无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，甲因以色列人死真多。人民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，请你求上主甲遮个蛇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人民祈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煮一尾蛇，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就会活。摩西就煮一尾铜蛇，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即尾铜蛇就活。以色列人出发，占领伫俄别，搁对俄别出发，占领伫摩押东边旷野内面的伊亚阿巴林，对遐出发，占领伫撒列的溪谷，对遐出发，占领伫摩押甲阿摩利的交界，属阿摩利的阿伦溪谷，迄边岸挖近阿摩利的旷野。所以上主的证据安尼记载：所发的挖哈别、阿伦遐个溪谷，以及遐个溪谷会行一直到阿尼地区，挖近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对遐去比拟，上主捌对摩西讲：你组织人民，我要水互因。所讲的就是即口井。迄时以色列人唱歌讲：井啊，请水出来，咱着对伊唱歌。这是贵族用奏板开的，是民间的领袖用管仔掘的。因对旷野去马塔那，搁对马塔那去那哈列，对那哈列去巴抹，对巴抹到摩地区的山谷，对遮看落去，会当看到旷野的比斯加山的山尖。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阿摩利人的王西宏，讲：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袂活入去田园甲葡萄园，嘛袂啉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西宏毋准以色列人经过伊的地，就组织伊的人民出来旷野，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伫雅杂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以色列人用刀刣因，占阿伦河甲雅卜河中间的地，直直到阿文人遐，因为阿文人的边界防守严密。以色列人占领阿摩利人所有的城，包括希实本甲周围的庄舍。希实本是阿摩利王西宏的城。西宏捌攻打以前的摩押王，
占领伊所有土地，直到阿伦河。所以诗人念诗讲，着来希实本原西方的城重建搁坚固。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烧毁摩押的安尼，消灭阿伦河的山头段。摩押啊，你有灾祸啦！拜基抹神明的人啊，恁袂亡啦！基抹害伊的查某人逃亡，害伊的查某人互阿摩利王西方掠去。阮对希实本到底本，甲因完全消灭。阮互地荒废，直到罗发，搁到米底巴。安尼，以色列人就住伫阿摩利人的地。摩西派人去探查亚舍，因占遐个庄舍，将遐个阿摩利人赶走。以色列人就越对往巴山的方向去。巴山王国甲伊的军兵出来伫以得来甲因交战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毋免惊伊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，拢交伫你的手。你着亲像对付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方安尼对付伊。以色列人就杀死恶甲伊的囝儿，以及伊的人民，连一个都无留地，搁占领伊的地，将日常连结伫永恒。以色列人搁再为着食物抱怨上主，上主就叫毒蛇去咬死因。为甚物遮尔严重？谁无抱怨过？台湾俗语劝咱讲：某人是刀仔喙豆腐心，莫囥点心肝。他著书第7章219到220也有类似的劝告。别人讲的话，毋通拢囥点伫心内，你可能会听到你的仆人甲你咒骂，因为你家己知，你嘛捌真侪遍咒骂别人。那呢？上帝对以色列人抱怨即件代志，为甚物无法度宽容呢？纵观圣经，其中因为埋怨煞互上帝随时处死的例真少。圣经互咱亲像鹰鸟，通对天顶观看地面，就是对永恒看今仔日，对上帝的审判台回头看今仔日咱的作为。圣神借着民数记要提醒咱，埋怨看起来哪像袂影响到咱现实的生活，但是伫上帝的审判台前，迄是生甲死的差别。所以，圣经作者透过即件代志，爱上帝的子民，将日常连结伫永恒，并作为世世代代的警惕。相款的道理。为甚物人看到东蛇就通得到活命？宗教解决家甘尼文讲，看东蛇就通互受蛇咬着的人得医治，是极其无合理的代志。毋过就是无合理，才显出真正是上帝的作为。若上帝使用的方法是用一寡医疗的药剂，大家就会认为。得到性命的方法，就是爱对症下药。为了互以色列百姓知影因会当倚靠上帝的怜悯和拯救，上帝拣选一个人无法度解说，甚至感觉好笑的方法，互人不得不讲，这伊治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安尼当作是显明上帝的大能。身为耶稣的学生，咱爱想起伊的教示，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嘛一定会安尼受举起，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因为安尼，迄铜蛇就是基督的温柔，
仰望东蛇，就是仰望迄代替咱承受咒诅的救主。拄亲像加拉太书第3章13节所讲，基督已经为着咱受咒诅，来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所有吊伫叉顶的人，拢着受咒诅。咱对民数记看见，信仰譬如是一撮旅程，不一定会哪来哪顺利，不过伫其中的圣徒会哪来哪成熟。民数记21章前后有一个真大的转变。过去以色列人拄着困难甲挑战，就埋怨攻击上帝和摩西。即便因犯错受罚了后，竟然主动找摩西向上主认罪，搁信靠伊所示的悔改之道，迄真正是大大有进步。咱身为基督徒，伫生活中检采拄着会吹出怨言，但是民数记提醒咱，对永恒的角度来看，每一遍悔改，每一遍仰望基督，拢会当互咱的性命甲永恒的主连结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若得罪主、得罪人，着安怎做？伫生活中，我若得罪主、得罪人，着安怎做？咱来祈祷，公义佮怜悯人的天父上帝，求你除去我心内甲喙中无洁净的言语，免得我得罪人也得罪你。求圣神引带我，互我讲出合宜的话，佮知过能解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